Hello，我係袁王傑玲，我係奧比斯加拿大顧問委員會嘅理事。奧比斯係一個國際非牟利醫療組織，佢嘅工作咧係遍佈全球，就透過眼科飛機醫院，長期喺當地嘅項目同埋科技咧，將眼科醫療同埋培訓帶到全球超過有100個國家。我哋唔單止為病人做手術，更重要咧就係將呢個技術咧傳俾當地嘅醫護人員啦，使到佢哋可以獨立運作啦。咁咧就可以更加善用呢一個資源啦。咁我哋嘅目標咧係讓每一個人，無論佢喺邊一個地方，都能夠獲得優質嘅眼科護理嘅。其實全球咧有10億人咧係患咗可以避免或者未治療嘅眼疾嘅，其中90%咧佢就住喺一啲醫療缺乏嘅地方啦。簡單想像一個白內障手術喺加拿大咧，我哋只需要5分鐘就可以完成。但好多國家竟然就係冇醫生咧係識得去做嘅，亦都係有時因為大家唔知道要去睇醫生啦，又或者醫院嘅設備唔足夠啦，咁咧令到呢個簡單嘅白內障手術咧就變得更加複雜。咁其實我哋成日話眼睛係靈魂之窗啦，咁我哋嘅學習咧能力亦都好大程度咧係嚟自一個眼睛。咁視力唔單止影響個人，亦都可以影響成個家庭，甚至一個社區。因此咧，我哋積極咧係從呢個眼睛着手嘅。個節目咧就會介紹奧比斯嘅各項工作啦，包括眼科飛機醫院嘅任務，亦都會邀請咧前線醫護人員，包括多位義務嘅醫生啊、護士啊，分享佢哋喺前線各項工作遇到嘅困難。咁奧比斯眼科飛機醫院咧，去年咧亦都係首次咧就去到非洲盧旺達啦。咁當時咧係邀請咗香港大學醫學院受訓嘅眼科醫生。奧比斯每月捐贈者同埋其中一位眼疾病人咧，就親身去當地考察嘅。奧比斯亦都有一個光明大使，咁佢就係著名嘅演員林嘉欣。咁佢哋咧就去咗蒙古，深入了解奧比斯嘅工作。咁喺節目中亦都會邀請佢哋咧一齊分享嘅。除咗籌款，奧比斯喺加拿大積極推動公共教育同埋眼睛健康嘅推廣。咁開展咗全國首個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嘅遙距 AI 篩查嘅項目，咁亦都同大學合作咧，推出由學生主導護眼教育同埋宣傳嘅活動。咁每年舉辦拉飛機比賽啦 ，Plane Pull for Sight， 咁使到啲企業啊、團體啊同埋個人組織咧可以參與，就合力就為救盲工作籌款嘅。咁市民咧就可以致電啦、捐款熱線啦，或者係 obstelephone.ca 捐款。咁亦都可以喺自己嘅單位或者唔同嘅活動上邊咧，去籌辦呢一個籌款嘅活動嘅。咁就將呢個奧比斯嘅理念咧分享出去。